中国以行南今日侵犯咱恒春外海，和海军放杀警告。另外，中国海警船主张要入侵金门周边水域，和咱海巡对徛。科技公司 Meta 去互情官港野出配合中国政府审查香港甲台湾用户的文章，佮互中国官员插手开发审查工具。几落年前，渔民伫咧平湖水道捕到的下海花鸟，迄阵确真是等年5万人的，而即阵可能已经超过5万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也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起先先来看这科技公司 Meta， 也就是面册甲 Instagram 母公司，即阵是去互情官港野出讲配合中国政府审查香港甲台湾用户的文章。这 Meta 前总监威廉斯初到出席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讲这面册咧开发审查工具的时阵是有互中国的官员插手。也那这威廉斯嘛是佮指控讲，这 Meta 是捌考虑甲中国报告美国开发 AI 技术的成果，协助中国开发 AI DeepSeek。不过这 Meta 是回应讲，因根本就无伫咧中国提供服务，批评这威廉斯的证词是假的。徛伫听证会进行时，美国前面册全球总监威廉斯也正手就抓。威廉斯伫美国当地时间初九出席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替面册母公司 Meta 甲中国关系作证。Yet I witnessed Meta work hand in glov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construct and test custom-built censorship tools that silenced and censored their critics. 威廉斯伫2011年到2017年拜是面册全球总监，伊表示过去面册开发审查工具时阵，面册高层主管会定期甲中国官员会面，互中国官员参加测试，配合中国审查制度，提出会当互中国审查中国、香港、甲台湾用户的发文做修改哪吒过滤的审查工具。这款工具互一名总编辑有权利审查发文内容，佮会当伫新疆这特定地区关闭面册的服务，也是伫敏感日子，像律师天安门事件的周年，也是社会无稳定期间关闭规个网站，人会当讨好中国拍入去达180亿美金的中国市场。When Beijing demanded that Facebook delete the account of a prominent Chinese dissident living on American soil, they did it, and then lied to Congress when asked about the incident in a Senate hearing. 另外，威廉斯佮之前 Meta 捌考虑伫中国建立资料中心，向中国政府报告美国发展 AI 人工智慧技术的成果，违背美国的价值观，嘛危害美国国安。威廉斯形容萨克伯格是上面人，无底线推动审查制度，更加毋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替头一个囡仔好名。对威廉斯的指控 ，Meta 反驳，关闭中国意义真书过门柜的小号，是因为使用者透露个人资料，违反面册规定，才互删除。Meta 的通讯总监认为。威廉斯的证词脱离现实，充满假指控，表示执行长萨克伯格虽然捌公开表示想要伫中国提供服务，相关的细节嘛捌互媒体大报道，也毋过暂时毋捌伫中国提供任何的服务。这届听证会拄好是伫 Meta 则是反垄断案件开庭审判的前几天举行。美国参议员霍利表示，会审查 Meta 是毋是捌伫国会做伪证，无排除甲事件交予司法部。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美国总统 Trump 将宣布延后受对冷关税90天，呼吁这各国会当赶紧甲美国协商。美国表示，目前大约是有15个国家送提案给因。这 Trump 的政策反起反倒，就造成美国今仔日又搁大落，美金嘛对落。美国总统川普突然间宣布暂缓实施部分对顶关税了，办事叫世界各国赶紧甲美国达成协商，包括关税提悬到125%的中国，一个暂缓反制关税措施的欧盟。What happens with China? We would love to be able to work a deal. They've really taken advantage of our countr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y've ripped us off beyond anybody. They decided to hold back. I thought they were very smart. Look, the EU is very smart, but they really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true sense,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I think that we'll end up working out something that's very good for both countries. I look forward to it. 美国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讲，大概有15个国家送关税协议提案来，其中有一寡国家已经正晚达成协议。不过伊无愿意讲有多一寡国家，就伫咧市场抑搁伫咧消化川普暂缓部分关税所带来叫喘的时间时阵，美国是搁宣布对中国商品加扣关税。
政策变来变去，国家上美中贸易战升级，加深投资人的不安。美国股市伫拜四个全面下跌，美金也同时行弱。Markets are reflecting, one, some major exhaustion, and two, just what they're hearing in the news, which is somewhat good to hear in the moment you hear it, but long-term not adding to actual stability. 原本想要用对美国进口产品扣25%的关税后明，伫川普暂缓实施对顶关税了后，也暂停反制关税计划90天。后明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是予谈判一个机会。不过专家认为，后明其实无想过侪选择。Trump is really bullying the European Union because he knows very well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does not have much of an alternative. And they would like, I will not say crush, but they would like to see a weaker European Unio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better pays attention. 专家也认为，若川普扣关税，成本就会加伫咧卖出去的计销顶头。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消费者拢会受害。面对着这种关税措施，欧洲未来将会对美国真正的意图保持高度的警觉。公视新闻张伟林编辑。真济国家要甲美国谈判，咱总统赖清德就表示，台湾有伫咧头一批的谈判名单内。也若是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是去立法院针对美国的关税政策专案报告，那边嘛，佮甲问到这破发现金的代志，杜英泰是回应讲，欢迎大家斗阵讨论。总统赖清德甲业界代表阿手致意，因为美国关税问题，总统10日展开产业探访之旅，头一站选伫台中，甲机械器具业者座谈，听第一线的声音。赖总统强调，谈判会确保国家利益，保护产业未来发展，嘛证实台湾是伫美国头一批谈判的名单。第一时间就将咱台湾的这个对策甲计划送到美国政府，咱台湾现处是美国政府列入第一批的谈判名单内底，政府会做好准备来和美国好好来谈判。我们不怕竞争，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韩国、日本24、25，欧盟20。这一次我们机械产业真的很怕是最后一根稻草。业者提出5项建议，包括稳定金流、放宽纾困、整合资源并简化流程运营、扩大内需市场、建立出口预警甲风险监测系统，以及推动人才转型。也希望政府将阿美方90天关税减慢期，加协助业者出口等数项。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到立法院做关税专案报告，针对有关对美国谈判的人选，也甲台美协签双方贸易协定的空间。这拢是关心的焦点。他如果能够代表我国过去来跟美国来做谈判的话，我们最近展开产业之旅，也跟个别的业者有一些沟通跟座谈的机会，去争取跟美国签订 BTA。两情相悦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我们可以争取最好的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一个位置。另外，咱也嘛建议中央开放中客来台，扩大产业补助规模到2000亿，破发现金1万顶诉求，杜英泰嘛正面回应。对的事情大家可以一起谈，但是我们总要为国家的财政跟人民的需求做出发点。民进党提议扩大补助加普发6000，但是立委吴思瑶关心台美敢会因为关税问题拍板关系。杜英泰认为，美国对各国拢是一套公式、一个计算、一个标准、一个结果。美国对顶关税唔若针对台湾，是全球头一届拄到的变局，强调台美关系也是持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有关是一直咧侵扰咱的海峡甲空域，这中国疑型舰今仔日就侵犯咱的恒春外海24海里的临接区，去互咱的海军向江南放送警告，说是去互对方抢夺回来。也若是这海巡署是发觉中国的海警船自昨就一直入侵咱金门周边的水域，海巡是派顺风艇去应对，双方近距离对峙。4607呼叫中国海警14607。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中国海警船关部分自动识别系统稳重身份，点点走入去金门周边海峡。当时海上大雾，连见动无好，也是互咱海巡掌握调动8栋顺风艇对应。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禁限制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
南方巡航艇并航对应，用无线电广播要求中国海警船转向，双方目真话对立，国旗做伙出现。在持续并航监控，中国海警船差不多伫11早起11点离开金门限制水域。连续2天，中国海警船各有4只出现伫金门周边海域，这早伫金门南方海域为3个所在航入咱国水域，早已改变部分侵扰水域，又搁挖近。海巡署统计，中国海警船到即卖已经侵扰金门水域68届，表达强烈的谴责。军事专家嘛记录，咱国海军旭江舰伫恒春外海24海里临接区，拄到中国强军疑舰舰走入来，旭江舰广播警告，索取疑舰舰强硬回应。已进入我24里临街区，将违反我中华民国临海及临街区法，我将被迫采取驱离行动。注意你的言辞，你所谓的临街区不存在，我们采取的行动针对的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学者分析，最近国际情势因为美方关税影响，不过美方最近无访台计划，研判两岸情势无相关，不过对华侵扰正肃常，必须有所因应。中共北京已经把这种做法常态化，所以我们也必须把我们的因应把它变为常态化，也就是说，海巡的训练可能要必须更强化。国防部统计，11早起开始也陆续查到中国国营主副战机甲无人机，有12台飞过中线甲伊的延伸线进入咱方领空，配合共军执行联合政备检巡，咱方严密掌握，并检派任务机舰也甲华地飞弹系统适当应处。记者综合报道。台澎3号海底电缆今年2月是去互有中资背景的货船拖转去，咱的海巡人员迄当时就甲迄只宏泰500货船载落来，转去台南调查。今仔日台南地检署是甲即个姓王的船长提起公诉，其他7个中国籍的船员不起诉，安排遣送出境。目前第2名人员平安登艇。今年2月25，海巡署甲涉嫌拖动台澎3号海底电缆的西非多国共和国籍的宏泰58货轮抓落来，佮甲几只船转去台南的安平港。经过调查，宏泰58是有中资背景的宽机轮，船顶8个船员拢是中国籍。其中使用的船长洪基阿进见了后，台南地检署10日侦结，照电信管理法毁坏海缆相关设施罪来起诉，导致中华电信公司海缆系统受损，并影响台湾本岛与澎湖间电话、网络宽频通信使用。王姓被告始终否认犯行，饭后态度非佳，建请量处适当之刑。起诉书内面讲，使用的船长明明知影这个所在是咱国海底电缆的禁定区，但是同款拍定，而且佫使船伫海缆线顶悬做日行的闪动，甲咱台澎3号海缆交互灯，饭后佫无愿意讲出幕后指使船东的身份，态度真歹。另外7个当得收容的船员是得到免起诉的处分，会互关节单位依法来遣送出境。对这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发文讲，海巡署已经强化重点海域的监控和执法，防堵这种事件佫发生，而且强调海缆是台湾的数位生命线，绝对袂吞吞任何势力用意外做理由来伤害台湾的主权。最近几年是一直传出咱国的海底电缆受损的事件。当来发今年1月，一只刻袂量级的中国宽机轮顺兴39，嘛疑似甲咱伫个亚柳东北外海的海缆拖好长。另外，2023年，台马2号、3号海缆嘛分别互中国籍的渔船和不明货轮交甲登去，造成马祖迄当阵对外无法度通信。这嘛引起美国参议员质疑中国的行为敢是战略行动，甚至是替侵台在做准备。They would do so likely with People Armed Forces maritime militia, which enables them to execute this operation without potentially signaling an intent to go to war, but by weakening the information enterprise of the states over whom they're executing aggression. 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认为讲，中国确实是想要来削减台湾的资讯能力，而且指出讲美国必须侵入海缆有可能互测定的地点，提升侦测和协助，而且建立备援网络，譬如讲发展低轨道和中轨道的卫星系统，嘛帮助台湾强化所谓基础设施，确保台湾的通讯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俄西亚顶礼拜是去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故乡，上无造成20个人死亡，70多人受伤。另外，这乌克兰今仔日是要派人去美国超控伞协议。同这个时间，美国甲俄西亚的代表嘛伫咧土耳其超互双方的大使馆恢复运作。Иди сюда. Ракета. Заходи. Да все.
听到爆炸声，民众是惊到要死。俄罗斯测试向阳空袭乌克兰中部城市克利夫洛，这也是总统泽伦斯基的故乡，造成至少20人死亡，其中有9个囡仔。迄天，亲三的总统和一间饭店员工用随身的摄影机全部甲伊翕落来。根据乌克兰官方通报，伤者上岁只有3个月大，另外有40个人被送往病院救治，其中2个囡仔性命危险。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办公室讲，这是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爆发3年半以来上侪儿童遭到攻击，也是今年上届史上的空袭之一。不过俄方讲，攻击目标是乌克兰士兵，不过对监视器画面来看，根本就无任何军队。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各地来发动攻击。泽伦斯基讲，这显示美国这西方国家的施加压力有关无够。尽管安尼，乌克兰意外派技术团队到美国，对着美国甲乌克兰扩散的协议来展开谈判。泽伦斯基强调，乌克兰欢迎对该国扩散的投资甲合作，不过也是有上界限度，必须确保有平等的伙伴关系，并且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同时，乌克兰愿意支付上最500亿美金的费用，来继续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One thing I can confirm for sure that nothing in the agreement can be negotiated with Ukraine in a way that will undermine the existing commitments and obligations Ukraine has,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ones within Ukraine facility, macro-financial assistance, IMF cooperation. 另外，就伫美国甲乌克兰准备谈判协议的时阵，美国甲俄罗斯代表车站是伫托尼基伊斯坦堡对双方大使馆恢复正常运作，展开5点半钟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讲，这摆会谈甲乌克兰无关系。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也证实，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提出辞职的讲法。布鲁斯讲，布林克的辞职也提醒美国应该爱努力，和俄罗斯甲乌克兰结束战争。另外一方面，由英国、法国两国主导，伫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召开头一场支援乌克兰的志愿者联名会议，总共有31个国防部长参加。不过美国不是联名的成员。这摆讨论内容包含派遣陆海空三军驻扎伫乌克兰的可能性，也佮加强俄罗斯甲乌克兰邻国的北约军队。也让英国是答应佮再提供乌克兰4亿5千万英镑，大约192亿台票的军事援助。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译。来看南美洲阿根廷上大工会劳工总会，为着抗议总统米雷伊的准则措施，是发起第3场全国24点钟大罢工，再度造成海陆空的交通全部冻点，这旅客调伫咧机场心狂火倒。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车站因为大罢工的关系，国内航班拢总取消，互受困伫航下找无人改行程，身躯顶的钱，佮拢开了的旅客起价。Y varados acá dando vuelta, ya no nos queda dinero para comer, ni para pagar los Uber, ni para pagar un hotel, no, ya no más. 市区的大众运输系统，除了公车以外，迄天是拢总停驶，银行、学校嘛拢无开，公立病院、政府机构，敢若维持运作的上基本的人数上班尔尔，港务嘛拢总停落来，看过去是空，无啥物人。No haber ferrocarril, tengo que cambiar de transporte público, pero bueno. El derecho a huelga también es un derecho de los trabajadores y que creo que tendría que haber más paro porque es insostenible la situación con este gobierno. 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米莱伊对2023年11月上台以来，为着要削减通膨和政府的赤字，推行节约措施和大裁员，一年多来，甲通膨率对200%降到60%。不过工会指出讲，这是牺牲弱势族群，亲像低工资的劳工和退休人士换来的。面对国内上大的工会和劳工总会16个月以来第3场的全国性大罢工，米莱伊是劳心在在，规早起拢伫社群媒体分享川普政府的财长班森特特别来访的消息，国讲班森特会鼓励国际社会全力支持伊经济改革的行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几多年前，有一个台湾的渔民，伫咧这偏黑的水道获到一块人类遗骸化石，台湾的科学家拢甲伊号做偏黑猿人。这块遗骸骨质艺术是土土，喙齿嘛加真大齿。即阵经过古两辈子数咧分析，确认讲这个骨头是尼安德塔人的近亲。
丹尼索瓦人的，这基因受传到东南亚去，因适应寒、热、湿、淡的能力拢真好。这个发照准确的年代虽然目前无法度判断，不过是真有可能离这阵已经超过5万年啊，是现在是台湾发觉的上古老的人类。这个多年前对平湖海底浮起来神秘的人类下海国的化石，台湾、日本加丹麦的多国科学家团队将有斗阵来解开谜底，证实一属有早期的地人尼安德塔人的近亲丹尼索瓦人男性。And after that, Homo sapiens evolved from African hominin species and moved to Eurasia. 丹尼索瓦人是已经灭绝的古人类，因甲尼安德塔人大约40万年前对共同祖先分化。平湖渔民多年前，好徛这下海骨化石，捌出现伫台南的古董店。2008年，互一个收藏家买来了后，捐赠予台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户名正做平湖猿人。由这个高 DNA 遗传信息保存有伊的局限性。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研究员张君祥，甲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海部用界的研究团队，经由古蛋白质数列分析，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人类遗传实验室来找合作，要才解开伊的身世，甲古人类以及甲台湾中间的关联。We applied protein analysis and sequenced approximately 4,000 amino acid residues, and among these, we found 2 Denisovan-specific variants, and these variants are absent in modern humans and Neanderthals sequenced so far. 科学家对丹尼索瓦人的喙齿内底发现男性特有的外形喙齿的发龙质2倍，即讲知影性别，而且伊的喙齿甲下颌骨也比尼安德塔人甲地人更加粗勇。这样重大的研究发现，4月11日刊伫国际间真有权威性的 Science 科学期刊中。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过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